除了第二市内面彭公公的控肉饭芳以外，伫咧台中西区的向上市场内底，也阁有另外一种芳味，互人客食了会调的面条芳。这间这面行20几年来坚持无加添化学药剂，原料只有透过精心调配比例高筋面粉、盐甲水，经过不断的揉烂，互面团的组织变搁较幼。这间面行的谢老板讲，每一张面皮至少要通过700个揉烂，才会当互面的筋度平均来分布，做出来的面条才会 Q 软、骨溜搁好食。谢老板对面条要求真严格，在咧揉烂的过程当中，若有一个环节失较差，整个的过程都要从头来啊。在伊的坚持甲老师傅的用心之下，面条渐渐受到愈来愈侪人客肯定甲喜爱。你个第一面点啊，你来看伊咧摆的所在，你摕出来，咱天然的物件比较瘦，哦，不会很亮丽。那它假如说有添加东西的话，它会比较亮丽，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了。最主要纯面粉啊，跟盐巴水，咱这边拢推广吼，做啥无爱用防腐剂啥吼。那所以讲，阮进前开始做的时阵，啊无用防腐剂，结果去互客户骂。客户伊就甲你讲，你的物件拢再紧歹，阮无咋用。讲啊，阮也无用防腐剂啊。客户伊就讲啊，我也无伫食啊，哪会要紧？所以讲我坚持怎无爱，在客户怎变无咋送。要互别人食的吼，咱家己本身就是爱敢食。甘愿去互人客骂，嘛无愿意改变做法的谢老板，甲人客健康摆伫咧第一。认为这就是做这道应该爱有的态度，所以这间面行唔拿内行的老主顾会定期来交关。就连5星级饭店的大总铺嘛指名作为店内上主要的面条食材。选面当中会个选伊的迄个面粉的面质，啊，个伊的面的本来幼度、个粗度、甲口感、甲煮的时间。在过程当中，就是有找到一寡工厂的工厂，啊，因为这卫生方面条件真好，但是伊的口感方面可能较无适合即马阮这人客的需求，吼，啊，无有其他的迄个添加物啦，啊，就选择迄向上市啊，依照30边的老店啊。精心挑选的上等食材。加上白师傅本身对料理的敏感，伊将一碗简单的牛肉面，伫咧汤头、牛肉甲面条的质感面顶提升，嘛加添搁较侪无共风味的赞醋。我要开这个面店之前，我爱北部食、中部食、南部食，食当中咧去了解别人的牛肉面是用甜，还是伊的甘，还是油柴，吼，还是麻辣安尼。啊，我这边特色就是有花椒加豆瓣的汤头，所以伊的内底调味吼，有除了这只芡芳料、葱姜蒜这种芡芳料加豆瓣以外，佫有迄个酒酿，好来带到这个整个汤头的整个融合度这样子。在控汤当中，多这个芡芳料吼，这控料多用我的变仔骨吼、牛腱子、牛筋啊，就咧控，所以伊规个有3、4部位的迄个汤头拢真浓郁安尼。我相信大家拢已经知影讲，咱台中在地这个面条的制作的过程吼，实在有够高工，佮有够厉害的。遮尔好的面条，无掺任何的防腐剂哦。遮尔好的面条要配什么料理呢？来介绍各位，这碗就是足厉害的牛肉面啊！啊，咱试看卖咱这个面条甲牛肉面的口感，大家看卖，吼。敢若这2支变仔骨，就足虾头啊！这是用咱美国的和牛哦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碗牛肉面
得到咱这个国际米其林的推荐，真正无咧操蛋的。像我简单的牛肉面，看起来简单，但是煮起来足够工的。咱台湾的牛肉面这么有名吼，就是因为真侪人用心咧做。店内的招牌牛肉面，白师傅以偏咸的川味红烧口味作为汤头，使用多种的四川香料，亲像是丁椒、大风炮、甲牛骨做伙落去控。丰富的四川香料，让汤头偏起来更加无同款。浓郁的咸味内面，充满着饱甜的香气。伫咧咸度的呈现，因应着台湾人的口味，小可做一寡调整。香上道的丰城牛肉面，碗内面配着实在的手工面条，甲精选的牛腩、牛筋甲牛腱，真材实料的好滋味，让老顾客食过了后一来再来。白师傅会当有这么厉害的手艺，是有原因的。过去伊毋但有10几年的饭店总铺的经验，还阁亲身去到四川的饭店做交流，甲当地的师傅学了袂少在地四川料理。返来台湾了后，伊阁将家己的经验融合台湾的美食，创造了真侪独一无二的白色料理。四面环海的台湾有真丰富的海洋资源，会当伫第一时间取到上青的海产。伫咧食物的呈现，伊就赢了神甜的美名。有上好的天然食材，白师傅伫料理上嘛更加流利。白师傅特别选用肉质上油的平湖乌鲈鱼，配合大风炮、姜宝咸椒甲鸡汤拌炒的酱汁入菜。伊的口感就亲像豆花遐尼油，麻芳软烂又阁袂伤咸。这出色香味俱全的蜀芳水煮鱼，是白师傅的手路菜，嘛是真侪台中的老主顾口中的经典。四川的迄边遐吼，的鱼啊，因的做法这项菜，伊是鱼啊会较咸是主啊，因是无咧淋汤的啦，都是用这咸青落去甲煮好咸芳来落去食落去配饭的。啊，咱这台湾人调整方式就是较食较软的，下骹有铺一寡青菜安尼吼，加配咧食安尼嘿。啊，所以我伊煮当中，我会小可用迄蛋白吼，小可掠一个麻粿了后，伊的迄个肉较软，啊了解伊会较骨溜安尼。店内也有一出经典的鼎溪饼，是别位食袂到的。白师傅将四川传统面食的小点小可做改良，外观看起来那亲像台式的挂包，内面的餡料配合个人的口味，有咸甜无同的选择，真侪人食过一遍就无法度放袂记。这饼是用半油煎的啦。咱台湾较袂食这较油，因为这半油煎较薄，因无发过，啊，所以因就较有爱食这种有伊个口感，较有薄的大芳的。但是咱这台湾较食软的吼，所以我等来了甲改良，所以就是咱就用大煎的，甲翕落了，伊会长大了吼，会发起来，以外咧，佮大芳安尼吼，啊，伊口感佮软安尼，袂讲诶薄咧无口感安尼。另外，人客到店内知名一定爱食的，还阁有这出巴蜀烤水鸡。烤水鸡是四川出名的特色小食，有一句俗语安尼形容：名池巴蜀三千里，味压江南12州。可见伊的美味有偌迷人。不过，烤水鸡的做法真费时，为杀、煮到冰，至少要开1天的时间。伫咧上道进前，还阁淋一寡乌麻酱，浓郁的酱汁包覆着规个鸡肉，大脆甲夹落去，嘴内面满满拢是清爽的椒香甲乌麻香。迄种 Q 软的肉质，伫咧杀的时阵，就决定鸡肉的品质啦。
即马即种鸡的杀法就是温度到85度，咱来甲浸火，烫一解6秒，3解，好啦，来啊，你落啊。第一遍，第二遍，好，有啊，收束啊，搁第三遍啊。好，安尼先甲翕点半钟，点半钟后咱再转来看。这脆烂鸡的做法嘛是足无简单的哦。这头家换足计较的，听讲哦，全台湾的台东啦、花莲啦、台南啦，四过去找鸡肉，上尾决定这个咱嘉义的文昌鸡。这鸡的做法吼，头家换啊足讲究的，敢若要杀这只鸡啊，爱杀3遍，爱搁翕咧几点钟，爱再安尼吼，肉色啊骨无色，这肉才会嫩。这软烂的鸡肉配合着伊这个极调的这个酱料这出脆软鸡真正嘛，甲别人无共款哦。咱台湾可能无法度饲到像进口迄种好牛，但是咱台湾足侪资源，农产品啊、水果，所以我也是用咱的手艺啊，甲台湾的食材甲表现出来，啊做各位互大家食呢，互大家欣赏，啊食起来了当中，伊嘛讲，伊这咱台湾食材，会有这只的技术，有这只的农产品。啊，做出来物件是遮尔原款的安尼，我感觉做菜就那像一种文化啦，是一种手艺，啊，甲伊个延续落去。白师傅的热情甲坚持，让伊的美食得到国际美技人的推荐。伊证明了台湾味嘛会当登上世界级的舞台。白师傅将上好的美食捧予人客，也希望人客会当感受到食物的温度，甲记忆中的台湾味。